来看花莲市美仑工业区一间红门屠场，初六有一个38岁查甫员工，伫咧洗设备的时昏倒伫槽内底。消防局接到报案，随去救人，也毋过这个查甫人送病院嘛救无回来。为了要将受困伫南马收控槽内面的人员救出来，消防员用破坏器材甲通讯切落开，才将受困的患者救出来，但已经无喘气、无心跳。患者疑似缺氧环境造成昏迷，倒卧在槽体里面。美伦所属到场之后，对槽体进行切割破坏，进入到槽体内，将患者带出送往慈济医院。患者现场状况以无呼吸、无心跳为欧卡状态。这个工业意外是发生在初六的早起，美仑工业区有一间南马工厂，因为换添加剂爱先洗收控槽。38岁世道的查甫人是一个人入去做工课，疑似未喘气，身体无爽快，想要爬出来时阵昏去，对人工笑管落落来。那雇主如果要安排劳工进入局限空间做相关的一些工作，先要确认这个局限空间内是不是有会引起劳工相关危害的一些条件，比如说它会有缺氧啦，或者是一些通风换气跟监测氧气浓度等等。关府的投资科强调讲，规个公安事件已经通报予这案署，告诉若有违规，会照相关法条来裁罚，甚至要求停工。另外，菜刀的查甫人送医嘛是抢救无效。过年之前发生这种代志，互厝内人是真歹接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